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我哋今日咧就繼續講 N3文法，去到8個咯。喺呢度咧，邱 Sir 咧再同大家講一次啊，真係唔好意思啦。我都知道咧，我嗰啲燈光啊、聲音啊，或者係特技啊，包括係字幕咧，都係咧唔係咧係好夠專業。希望大家咧諒解嚇，因為咧我用嘅嗰個軟件咧就比較係普通啲嚇，所以咧有好多嘢都限制住。OK， 咁啊，但係我會盡量係提升㗎。OK， 不過咧最緊要佢都係有內容實用，啱唔啱啊？係咪？嗱，好啦，我今日講嘅呢個 N3文法咧，就我會覺得咧喺 N3咧有咁多個文法裏面嚟講咧，我覺得咧就呢一個咧可以感覺大家咧一定要盡量掌握啊。わけではない或者係というわけではない。目前而家咧呢對字咧嘅意思大致上都一樣，係表示咧係否定咧係一啲咧大家都認為嘅或者認同嘅一啲事。咁喺後邊加埋咧呢對字嘅話咧，就表示咧其實咧亦都咧未必定100%係咁嘅，係有一啲咧特別嘅一啲可能原因喺度咁嘅意思喎，係咪？即係話咧認同前面嗰度嘅嘢，但係往往未必100%係咁嘅，都會有特別例子㗎，有咁嘅意思㗎。所以中文解咧就解咧未必不一定有咁嘅意思㗎。嗱，咁你會見到咧喺出邊咧就有兩條好簡潔、好簡單，係咪得咁少嘅？你放心，除咗係喺黑板有兩條文，大家同現場大家去講之外咧，咁另外咧一陣間咧亦都會有一啲好似我哋平時用嘅一啲教材啦，咁啊有好多例文啊講解咧，咁我都會咧喺入邊嗰度咧會揀一啲咧同互聯網而家嘅同學咧去分析下好唔好啊？咁多種形式啊嘛，係咪？好啦，例一，足に怪我をした。好啦，如果你就睇呢度嘅話，你都明㗎，隻腳傷咗咯，係咪？例二，宇宙人は怖いんだからといって連携しなくていい。睇完呢度你都知點解㗎？外星人啊，雖然啊係好得人驚嘅，跟住佢係乜嘢？但係可以咧，完全係唔需要同佢咧係合作嘅，聯手合作嘅日文就叫咧係連携。OK， 好啦，咁喺呢度，邱 Sir， 你寫呢兩條文做咩咧？咁樣係咪？嗱，首先，如果真係咁唔好彩啦，隻腳係傷咗，好唔好啊？好啦，咁呢個首先係咪事實啊？咁但係我想問下啦，如果真係受傷咗嘅話，係咪表示係一定行唔到咧？係咪完全行唔到咧？咁有時咧，我哋會講啦，咁又未必係行唔到。如果係咁樣講嘅話，咁邊個字日文係表示係未必咧？就係わけではない，知唔知道係咪？佢雖然咧係有一個否定嘅意思喺度，係啦，咁但係咧，我再講一次，わけではない或者係對わけではない裏邊咧嚟講咧，都係表示咧係另外咧係有另外嘅一啲特別嘅原因，有一啲因素喺度嘅咁解啫嚇。OK， 喺呢度我同大家一齊做咗佢好唔好啊？紅色。雖然我隻腳咧就係受傷咗，好啦，喺呢度嚟講咧，我哋會加呢個接續詞啦嚇。雖然但係，喂，足に怪我をしたが係咪？並非係完全行唔到啊嘛。咁行唔到路嘅日文平時點講？行唔到 ，OK 嗱，咁啊其中一個係表達係行唔到路嘅就係可能動詞最好用嘅啦，歩けない。好啦，歩けない係咪 ？OK 嗱，咁就好啲啦。咁但係由於呢度有一個不過但係啊嘛，咁梗係講緊後邊度嘅嘢就一定係表示有啲出入㗎啦，係咪？好啦，我哋今日後邊嗰度加個咧就係わけではない。咁就變成咧就係咧並非啦，わけではない，咁就變成咧就話咧係啦，雖然我隻腳咧就係受傷咗，但係咧並非完全係行唔到路嗱，咪咁樣講咯。好啦，跟住到第二條啦，好啦，頭先已經講咗啦，外星人咧係好多人驚嘅，可能大家都認同嘅，係咪？大家都認同嘅應該係咪啊 ？OK 係啦 ，OK 咁啊好啦。からといって咧，呢度咧就係表示咧係雖然你話 ，OK， 咁即係話咧，宇宙人は怖い，一定係你個朋友講噶，
而你呢句説話係你講，你就話咧，雖然咧你就咁講啫，係咪？外星人好得人驚啫。好啦，跟住後邊你想講咩？但係咧，亦都唔可以，並不能，並非完全唔能夠同佢聯手合作㗎，係咪？聽講咧，係嘛？喺好耐以前咧，其實咧好多一啲大國啊，俄羅斯啊、美國咧，係嘛？其實咧都已經咧有同外星人咧係秘密咁樣，其實咧係聯手合作㗎。所以咧聽講咧一啲大國啦，好似美國啊或者俄羅斯咧，其實有好多軍嗰啲科技啊，都係其實咧係由外星人咧嗰度咧係得翻嚟㗎。聽講啦，係咪 ？OK， 真嘅。OK， 好啦，咁呢度點樣加？咁你知道啦，喺句名嗰度加個咧，陀如哇奇雕很泥，或者係咧哇奇雕很泥。好啦，頭先我一開始咧，咁我冇講嘅，呢對字嘅意思差唔多，咁即係都有啲分別㗎，係咪先啊？嗱，如果係加咗陀如呢個字嚟講咧，就通常啫偏向咧就係咧對人哋頭先所講嘅説話咧，你就有啲補充係唔認同嘅，有咁意思嘅啫。咁所以兩者咧大致上咧係咁嘅分別嘅啫。我哋不如而家試下睇下個例文，我再加以講解一下，好唔好啊 ？OK， 好，大家一次睇下。好得啦，嗱，大家而家咧好似係喺現場咁樣，大家都有教科書啦。咁就嗰個分析咧，我唔再講啦，你可以自己可以定格嚟睇啦。咁我哋試下入邊解釋下當中嘅例文啦，好唔好啊？好啦，譬如好似係第一條咁樣啦嚇。OK， 佢話咧，忙しいと言っても，忙しい，好啦，你哋點解啦？好忙啊，好忙啊，と言っても，好啦，呢句説話又係表示雖然你咁講啫，係咪先啊？雖然你話係忙碌啫，係咪？但係跟住後邊佢話乜嘢？年から年中忙しいというわけではない，係嘛？咁但係啊，未必由年頭忙到年尾㗎。嗱，呢句説話點解我會放喺第一條文咧？因為咧，嗱，大家好多時咁啊，成日都話咧唔得閒啊，好忙啊，係咪都會以一個咁樣嘅理由㗎嘛？係咪？好啦，我唔係話唔承認你呢個理由喎，咁但係冇可能啊，係會由年頭忙到年尾，或者你由今日12點鐘忙到夜晚12點鐘嘅機會咧，係咪好少先？尤其是每一間公司由1月忙到12月嘅係嘅話，咁就開心啦，係咪？所以咧，我哋有時咧會將人哋嘅嗰句説話咧，雖然咧你講嘅嘢咧，我唔係話你唔啱，但係咧未必一定會係咁啫，會有一個特別嘅例子係咪啊？或者有啲特別嘅原因係咪？好啦，我哋試下睇下第二條啊。金が欲しい，嗱，呢個字本來係形容詞嚟㗎，欲しい呢個字解咩咧咁樣？嗱，你知道啦，日語咧好多時咧都係多義詞嚟㗎。咁喺呢度嚟講咧，係表示咧係唔捨得。嗱，所以你咪有個叫惜字嘅，係咪？你知道咧，惜即係我哋叫珍惜，係咪？好啦，唔捨得，佢話金が欲しい，即係我唔捨得啲錢啊，我將啲錢睇得好重㗎，咁意思啦。係咪？跟住咧，佢後邊嗰度咧就咁講嘅。金が欲しく言うわけではないが，我啊雖然咧就並非對啲錢咧就睇得好重嚇。OK， 跟住後邊佢就話啦，返すあてはあるのかよ。大家知唔知講乜嘢啊？嗱，可能咧呢度有一個字咧，你見到我特登係 highlight 佢啦。都係表示咧，大家未必一定係完全咧係會或者全體同學呢度理解嘅機會係啦，或者係嗰個可能性啊，阿聽呢個字，咁即係話咧，喂，你會唔會還錢㗎咁樣？嗱，呢個説話點嚟嘅咧咁樣？假設咧，即係咧你有個朋友咧就向你借錢，喂，咁你都要佢還㗎，咁但係當你追佢嘅時候，或者你借錢俾佢之前，咁可能你都話咧，即係咧呢100幾十咧，我就唔係話睇得好重，不過我想知道咧，其實咧，喂，你會唔會還錢㗎？即係咁嘅意思咋？好啦，跟住到第三條，佢話咧，君一人が悪い。嗱，如果淨係睇呢度嘅話咧，就肯定100%係你一個人唔啱啊！你啊，淨係你一個人唔啱啊！加埋わけではない呢個字，點解同學？並非咯，佢話咧唔係話你咧一個人唔啱，並非。好啦，跟住後邊佢講咩？補充啲乜嘢？
君に責任がないわけではないだろ，又並非表示係你冇責任㗎嚇，即係話咧，雖然咧唔係話你咧，唔係淨係話你一個人唔啱，係嘛？但係咧，亦都唔係表示咧你冇責任㗎嚇，明唔明啊？大家？OK， 跟住我哋試下睇下其他嘅例文好嘛？第4條啊，好唔好啊？第4條咧，我覺得大家都比較容易理解啲，好冇？私が普段あんまり料理をしないが、料理が嫌いなわけではない。好啦，佢就話咯喎，普段普段呢個字係解平時啊，平時，好啊，我當你知道咩叫平時啦嚇。あんまり呢個係口語嚟嘅啫，即係等於あまり不太過，唔係過咁解。好啦，咁佢就想 A 項咧，佢就話咧，我咧平時咧就唔係點樣係煮飯嘅嚇，唔會點樣去整翻兩味嘅嚇，有咁嘅意思。我平時我唔會點煮餸㗎，係咪？好啦，跟住佢後邊嗰度補充乜嘢？係咪？料理が嫌いなわけではない，但係咧又唔係代表我咧唔中意咧係煮翻幾味㗎。跟住佢後邊就話啦，忙しくてやる暇がないだけなのだ。我只係因為忙碌嘅關係冇空閒時間咋嚇。我唔煮飯，唔係表示我唔中意煮翻幾味啊，有咁意思㗎。OK， 好啦，跟住到咧就係第5條嗱，呢啲咧又係都比較容易理解嘅。OK， 嗱咁頭先咧，大家現場嘅同學咧，咁啊你哋都睇過晒㗎啦。咁而家咧，只不過喺互聯網咧，由於咧個時間咧就一定係不足㗎啦，係咪？第5條，このレストランはいつも客がいっぱいだけれど，好啦，如果淨睇 A 項咧，佢就話咧呢間餐廳咧就經常坐滿客㗎，哇犀利啊！不過你見到有個騎呢多啦，你都知道解後邊都有補充㗎啦。不過可是咩事啊？特別に料理が美味しいわけではない，係嘛？係咪大家都識解啊？但係咧又唔係代表係咪嗰啲嘢咧特別好食嘅？呢間餐廳雖然咧經常係坐滿客㗎，但係並非係嘛？唔係一定係啲嘢特別好食嘅，係咪？頭先問過啲同學嘅，咁你哋咪話點解咁呢間餐廳咧雖然咧係坐滿客，但係點解啲嘢咧未必一定好食咧？咁樣可能係咩原因啊？佢係咪就係乜嘢？可能係交通方便咯，係嘛？近個車站咯，係嘛？或者呢間餐廳佢入邊嗰度坐得係舒服咯，或者啲嘢夠平咯，咁解係咪 ？OK， 好啦，咁跟住我想講個第7條啊嘛。OK， 得未？いくら嗱呢個字大家雖然咧我哋喺早期梗係話幾多錢啊咁啊，你個腦筋係飛啊，幾多錢啊咁啊，唔係呢個字咧就唔一定係計幾多錢嘅。OK， いくら會社に尽くしても嗱呢度有一個盡字係嘛？係咪？嗱呢個字咧，尽くす係一個5變動詞嚟嘅，係表示咧係睇下先啊，用中文解谷點講啊？谷心盡瘁啊？定即係係嘛？即係有個意思啦，係嘛 ？OK， 瞓身咁啦，係嘛？拼命咁啦，搏晒命咁啦，尽くす。佢話いくら會社に尽くしても係咪？無論對公司係幾咁咧係忠心耿耿係嘛？跟住佢話死ぬまで直至到死嗰一刻啊，跟住咩事啊？面倒を見てくれる嗱，如果淨係睇面倒を見てくれる，如果淨係睇呢度咋，就表示咧即係講某人咧，佢會照顧我嘅，佢會關照我嘅，佢會睇住我咯咁樣，哇係就好啊！跟住你睇埋後邊嗰個乜嘢？わけではないよ，並非未必成句説話，即係話咧，就算啊幾咁對公司呢個咧忠心耿耿係嘛，但係公司並非會照顧到我哋係死嗰一刻㗎，係咪？咁解啫係咪？嗱好啦，咁就我再講多第8條啦，好唔好啊 ？OK， 又簡潔又易明，係咪？好啦，冷蔵庫，好啦，大家都知道雪櫃啦，可能便利さ嗰個咧係方便嘅嗰個所謂，如果加個沙字就程度啦 ，OK 係啦。佢話咧否定你點解啦 ？OK，
好啦，咁佢就話咧，冷蔵庫の便利さを否定するわけではないが，我咧就唔係否定雪櫃嘅嗰個所謂方便性啊，係咪？嗱，你都知道啦，如果冇咗個雪櫃係咪好唔方便啊？係咪？咁佢首先佢就話咧，我唔係話咧否定咧雪櫃嘅嗰個方便啊，跟住佢後邊佢講乜嘢？物が腐らないわけではない㗎啦，又唔係表示啲嘢係唔會壞㗎嚇。因此佢最後咧就話咧，卡先話 kimotsu だ，係咪？好啦，禁物嘅意思咧就係表示即係唔可以不咁解啫。禁物即係唔能夠㗎，唔得㗎，唔好啊，唔可以㗎，唔可以咁做㗎，係咪？好啦，咁所以佢話咧，即係唔可以咧，你太過依賴，太過咧係。即係叫做相信，點解啊？因為大家都知道啦，雪櫃係只不過將嗰啲食物盡量係保持新鮮耐啲，係咪？就唔係表示咧佢唔會壞噶嘛，佢會腐爛添，係咪？得唔得？嗱好啦，咁所以咧，大家最終嚟講咧，係咪？你可以知道咧，點解我哋會喺一啲説後邊咧要加埋呢個わけではない或者係托住わけではない咧？首先佢原來咧，只不過咧係對於前面咧人哋啊所提出嚟、所認同嘅嗰件事咧，你就加以咧嚟到去否定，係表示咧其實咧係往往咧都有特別嘅一啲原因嘅，就唔係一定係咁嘅，有咁嘅意思㗎。好啦，嗱咁啊，大家你睇完呢度嘅嘢之後，咁啊對於呢個わけではない同埋退わけではない，首先咧。佢嗰個意識上係咪應該都有啲理解啊？並非係咪？你用中文諗就得咯。咩叫並非啊？咩叫未必啊？係咪？未必啊嘛，係咪？即係表示嗰件事唔係100%一定係咁咯，係咪？咁至於嗰個接續法喺呢度嚟講咧，咁我未必真係未必啦，我會一定係嚟到一一咁去講解啦嚇。OK 嗱，我成日都話啦，大家學咗日文咁耐，係咪？你如果睇完好似呢條文咁樣，你都見到啦，哇，其實因為拉佢前面嗰度接乜嘢？係接形容詞，拉而係形容詞嚟噶嘛。咁形容詞嘅現在式咯，或者喺例文嗰度，如果你見到佢有蓋式嘅，咁你咪可以接，你咪知道佢可以接蓋式咯，係咪？唔使一日係咁樣去同大家去咁講啦，係咪？因為大家都有經驗啦嘛，係咪？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講到呢度。咁下次咧，我哋試下繼續再講下邊啲，因為好多時呢啲同學咧，咁佢都會叫我去講下呢個，講下嗰個咁嘅，所以你會見到我點解有時會跳下嘅，係咪表示下一輯係9，跟住10咧？呢個咧就咧退屈嘅啲話係並非未必。OK， 好啦，你撳咗呢度未啊？唔該，叮。OK， 咁我哋下一輯再見，好冇？拜拜。